选立议会临时会最后一天，民进党团第3、第4总召、副召集人加干事长的3场交接，伫市长黄伟哲、议长郭信良以及市府以及主管的见证之下正式进行，场面相当热烈。新任总召刘美山表示，明年选举年共款爱心预算责任重大，立法会和谐将是一大要务。容忍这个总召最主要还是要让我们的股会和谐，我们的这个议会在协调沟通这方面呢可以达到一个圆满，让我们的预算早日来通过这是我对自己的期许，那当然也是我对我们议会的期待因为在这么多人都表达自己的意见，甚至于为地方来表达他们的服务意愿，那这个都很好。那不过我还是以和谐为主期待未来这个和谐共识让我们的市府能推展这个一些建设。根据台南议会监督联盟的评鉴，第3届议会民进党团的成员拢集结，并无观察名单。加上新任第4届3长拢是溪北议员，冒自深的政治历练，期待带领所有党籍议员迎战2022年。新一届的3长虽然都是第1届担任议员，但都已经是政坛的老将，所以我相信对于一些政策的运作，还有党团的运作，都有非常多的概念。我们也期许，而且另外一个特色都是来自西北，所以说将来对于西北的这个重视程度一定会更多。我们也谢谢我们林总召带领的3长，还有期待我们刘总召带领的3长能够继续为市民的权益把关，以及市民的这个福利争取，以及台南市的建设而努力。这一次在林志展议员带领下的民进党团呢，也充分的发挥了这个的功能。那也希望呢，刘美山议员呢，秉持这个原则之下，在这个预算里面一方面坚持议员的原则监督市的预算，一方面呢支持市的预算，让整个府会的运作呢能够更加的顺畅，也能够让市政的推动呢能更加的一切顺心如意。府会徛伫和谐佮监督立场来全力推动市政，嘛希望拍拼得到市民认同。台南新闻，阮志林跟采访报道。